诶，大家下昼平安，大家好，我是花子，恁的网络好厝边。咱今日同齐来关心即礼拜的新闻啊。对，今仔日是迄个吼，今仔日听讲是，毋是听讲啦，就是啦。今仔日是情人节对无？哎，大家情人节快乐啊！先甲大家先问，伊头着搁只毋是阿曼，搁要讲阿曼。伊头着搁只下昼平安欢迎，搁有你着啉来下昼平安欢迎，搁有阿创阿叔下昼平安欢迎，欢迎恁来看。头拄仔遮注意着，今日有可能因为迄个情人节，所以有诶人吼可能要去约会，无一定会当来看今仔日个台，所以我已经有即个心理准备，反正今日来诶人会较少。因讲过去下昼平安欢迎你来，情人节对你来讲是单纯诶休困日尔。哦，休困日嘛无特别放假诶款，嘛无特别放假，就是拄啊好是拜六安尼，嘿嘿嘿。拜六就是好啦，拜六即个周末就好好休一个，佚佗一下，应该嘛袂歹。搁有咱的，搁有咱的，搁有咱的 GM，下昼平安，欢迎你来。午安，欢迎。好明宇，敢是叫你明宇？下昼平安，欢迎你来。对，会当叫我阿慧无毋对？大家迄个会使叫较亲切的，毋免叫我遐切分吼，除了叫我花姊嘛，当直接叫我阿慧哦。好，阿慧有诶讲伤济，啥物意思？鸟味古水讲啥？你知影有咧看台拢是迄个独身诶无啊？无安尼讲啊，就是你会当带你诶牵手做阵来看，对无？带你诶牵手做阵来关心咱即礼拜诶新闻嘛是真好啊！咱即个人活伫世间，就是爱关心一下世间发生诶代志有无？对无？对无？应该是安尼啦吼。嘿，你嘛安尼感觉？啥物意思？你是讲你嘛感觉有咧看台诶观众拢是独身诶，还是你是讲你嘛感觉讲爱关心一个迄个世间诶代志较好？还是讲你嘛感觉啥物？哦，常常可能暗时才约会，即马拄好有闲。对啊，约会有足侪种啊。有诶咧约会，有些是去外口食饭、食暗顿，有些约会是迄个做伙看电视、看 YouTube、看阿辉诶台啊、看阿辉诶放送啊，对无？安尼嘛袂歹啊，对无？应该嘛袂歹啦吼。恁若要去嫌是要去嫌啥约会看阿辉诶放送是有啥物无好？有倒位不满？约会看阿辉的放送，恁若雄雄决定要结婚，我会当连面替恁证婚对无？袂歹吼。好，废话讲伤济啊，咱来看新闻哈。今日有准备较济条，因为顶回就发现讲，较看无。看，要讲啥？顶回发现讲无准备遐济条，所以拢讲较紧哦。所以今仔日的来加讲几条吼，感动啊！多谢，虽然迄个拢咧黑白讲话讲无正经诶吼，有感动就好嘿。啥物以45路就是也会等咧甲足侪观众约会，敢是安尼？甲恁约会恁来互我钱呢？好啦，毋是啦，莫黑白讲，咱来讲一寡会当讲诶。咱来看今仔日诶第一条新闻，咱讲应该是讲即礼拜第一条新闻。顶礼拜有讲吼，有迄个叫做啥？日本的众议院互解散，互塔开七三奈上解散了后，吼，咱有定新选举，毋是咱，因有定新选举哦迄个解散了后吼，迄个登票的结果已经知影咯。即个登票的结果就是自民党大赢。自民党伫即个465席内底摕到316席，超过2/3，超过2/3，安尼就是互自民党有机会修宪，有机会修因的宪法就对啊，嘿。等下，恁敢会听到迄个？恁敢会听到迄个粪扫车的声？哦，夭寿！恁若听到就听到，敢有听到啊？小等个会愈来愈晚哦，愈来愈晚就是愈来愈吵哦。我嘛是无播，有吼，实在哦。好，讲到倒位？
对，自民党大赢，嘿，伊小暂停者，小等佫会继续吵吼，嘿，好，对，就安尼，吼，就是摕到超过2/3，我要去拼分数，无，今日无要拼，嘿，超过2/3的即个席次，席次啊，安尼就互自民党有机会会当修宪法，就新立基建伫台湾，就是安尼无毋对，嘿，好他开始三那的送嘛，伫迄个媒体采访的时阵有表示讲，即个因自民党已经有对修宪有具体的想法啦，有拍算好啊，所以咱就继续来迄个，别人讲，咱未来就继续来关心咱国际新闻，就会知影，佫会有啥物款的即个世事的变化，就对啊。好，就今日头一条吼，袂记甲大家讲，大家若是有啥物想要讨论的，咱遮拢迄个做自由做 free 的吼，嘛做免费的无毋对，所以大家迄个若有想着啥吼，会使直接开讲起来袂要紧吼，大家午安阿辉，午安 Mercury， 午安欢迎你来啊！食饱未？袂记你甲大家关心，大家中昼食饱未？敢有食中昼顿啊？嘿，好，过来。咱今日个第二条新闻大家若是有咧用 Discord， 像我都有咧用 Discord， 因为可能足济，即叫做啥？足济 VTuber 拢有咧经营迄个家己的 Discord 的社群的底啊，所以嘛有可能有真济人有，就是嘛有咧用 Discord 所以这可能对大家来讲嘛是真有感觉啊，就是甲大家生活足有关系。即个新闻就对啊，阿玲午安，阿玲是咧讲啥？因为今天这共款坚守即个本郡，从来无离开，无去约会，无去开房间，中华时间，哪里欢喜着？中昼顿食一粒包啊，一粒包啊会饱，安尼就是可能是我较大口。今日毋是要讲这，我还袂食吼，小等才来食。好 ，Discord。推出即个年龄验证的机制咯，什么意思 ？Discord 推出即个新的年龄验证的机制，就是因讲Discord 官方安尼讲Discord 的官方讲是会对即马有的口罩的即个行为模式行为模式根据对即马的口罩的行为模式加迄个信息。来判断讲，即个使用者敢是成年人所以官方是讲大多数的成年人应该毋免特别验证。我即马做好现的，因为我还未拄着，毋知影大家的囝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哇，感谢伊图的囝父，我70块，感谢你的囝父，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哇，这做适合情人节来讲呢。感谢伊图讲啥？情人节快乐，阿慧希望我甲火色拢快乐。哎哟，爱来去倒粪扫，多谢伊图来替咱拼粪扫。对，迄个有快乐啦，迄个早时有甲火色买咖啡，有买咖啡来做伙食，算是简单的快乐。小等才来食一个甜的，好讲伤济，今日主题完全无要讲这哦，新闻内底完全无包括我要甲火色去创啥。啉来中昼顿食一粒胖者，中昼顿食一粒胖安尼，大家拢无食足济呢，安尼应该是我真正食伤济。鸟鼻狗水讲啥惨啊？青少年袂当用 Discord 好，这咱小等来看，嘛无法度解决吼。对，我真好现呢，就是大家敢有人已经互 Discord 要求要验证的，若种有会当讲者，因为我最想要知影，因为我是无，要袂无，岛内一摆爱得要4分钟，历届尔做歹用啊。讲这历届因为历届进前嘛是甲咱 Discord 共款拢有咧改来改过去。对，咱讲迄个讲啥？咱讲要讲啥？讲迄个历届进前嘛是有改规定嘛，所以
这本手车有够大声的啦。恁着较忍耐吼，若真听无，我着小等共款的话佮讲一摆吼。嘿，就是讲迄个气咯，就是讲迄个历届有改规定，所以凡说后摆无一定继续用历届就对啊。吼我即马已经有咧上别的平台啊，吼有咧上的意思，就是嘛有咧偷开始申请啊。申请有诶还未过，有诶已经过啊，还袂晓用，所以咧后回可能就会改换一个平台啦。所以若准有改诶时阵，就是大家都会知影，大家咧点迄个网络诶时阵都会知影，时到才甲大家宣传一下哈。所以后摆可能就袂佮继续用历届，毋过佮小等一个啥物？迄个中道啥物碗糕规个草味。啥物物件？中昼食汉堡甲水，我总想要食肉甲。即后 Discord 即个问题，做危险，爱翕家己诶面来验证，即做危险。对，而且迄个验证平台听讲，之前甲中国有啥物关系？无毋对，对，就是 Discord 即个验证诶方式吼，是讲我看到诶迄个资讯是讲，若是要验证。你着需要开镜头，你着需要开你的镜头，毋管你是用电脑还是用手机我毋知，着需要开镜头来扫你的面，爱扫你的面，佮需要传迄个身份证件，对毋过伊头有讲，就是我嘛有看到即个资讯，是讲因为 Discord 即个验证功能是甲迄个第三方的公司合作，啥物有做第三方，就是毋是 Discord 嘛，毋是你啦，伊另外找一间公司合作，对，伊即个公司，即个负责验证的即间公司，伊其中2位创办人佫捌做过腾讯的员工，腾讯就是中国迄间腾讯，捌做过腾讯的员工，所以迄个有一寡人就对即个治安方面就会有顾虑，即个一寡人可能有包括我啦，真正会惊。我阁有看到 Discord 官方是讲，迄个验证的时阵，伊会翕你的面对吧？验证的时阵翕你的面才会资料伊是讲，敢若会留伫你的手机还是你的电脑，袂去传互迄个第三方的公司啦。伊是安尼讲啦，伊讲。你敢相信我毋知所以若会惊，可能就无法度接受主要嘛无法度接受着。我讲应该足侪人拢无法度接受啦，这真正是感觉无啥安全呢，对无？感觉无啥安全。对，我应该嘛是无即个胆你毋信阿玲嘛毋信，对啊，进前有足侪中国出来迄个一寡软体拢是伫迄个使用者的规定内底，拢是讲袂甲你的资料传到倒位去。毋过我捌听过有人就是有做一寡试验，就是有一寡迄个会晓写程式较知影遮个电脑的代志的人，有咧做一寡试验，就发现讲，毋知影是安怎伊会传足侪资料，传到迄个传到别个所在伺服器，毋知影咧创啥所以就可能即马真侪人会对中国出来的软体较有顾虑就对啊。所以迄个我嘛袂当想讲，反正我会当讲的就是，互大家知影有即个资讯大家若准会感觉危险，会感觉无啥安全的，安尼敢爱用，大家会使家己判断。是若准好啦，我着先讲，就是若准 Discord 真正向起笑也是安怎但是向就是强迫所有的人拢一定爱验证。若准发生即种情形，凡说会找另外的平台就对，所以咱时到时担当无米才来煮番薯汤，所以咱迄阵才知影，对啦，或者若有开即个新的平台，一定会大力宣传，互大家知影，所以咱时到才佮讲GM 讲，就算无讲遮个人员的背景遐个资料嘛，都无想要安尼用。对啊，就是迄
迄就是要安怎讲？你的面甲你的即个身份证件拢是足重要、足温书的即个资料的对啊，所以真正会惊才是正常的啦，会惊才是正常的，嘿。而且即摆 AI 迄个有诶无诶功能足济呢，就是讲若扫你诶面扫咧，吼，反正会当摕去创啥，咱毋知哦，咱毋知哦。诶，连进前伫 Zoom 讲一个笑话互朋友听，伊甲咱迄个阿平诶，敢袂当叫伊阿平诶？毋是伊听有福建话呢，伊毋是福建出身诶，应该听有台湾话啦。安尼我讲台语，伊可能嘛听有。简单阿平诶拢笑啊，毋知阿玲迄阵讲笑话，敢是用台语讲诶，我毋知伊敢听有。Discord 若正黑白咧，安尼爱记我诶角色，哈，佮怪我，佮怪我，毋是啦，嘿，安尼着甲单调啊，无要创啥，安尼着咱着死狗才来看咯，希望莫安尼黑白母啦，拜托拜托拜托。哦，即摆 Discord 用甲足好用诶，无想要搬厝，搬厝足麻烦诶呢，而且搬厝有诶人着可能着迄个无注意着信息，啊，着无做伙搬厝，啊，着无通。就无通迄个做伙上车，啊，就无搬着，啊，搁着搁损失一寡朋友，安尼嘛是气咯，了美国就是中国诶时阵用百度诶迄个云端诶迄个叫做啥？这要安怎讲？用迄个云端硬碟，啊，结果就是因为要搬墙伤困难，所以就罔用着对，结果囥一寡 LGBT 的资料，莫名其妙互抬去救人，太安尼，这就是连演都毋演吼，咧搬都毋，咧啥做戏也毋做一个，就是直接迄个抬掉抬互你看，抬互你知影哈，我就是要抬吼，是啊，这讲迄个你我毋知啦，有诶人要是相信讲因袂偷看呢，我是感觉有淡薄仔天真，我是感觉有淡薄仔天真，嘿you can prove me wrong 啊，恁家己决定哈。啥物件写落去车底？你头前2条抬条我看无。啥物件写落去车底啊？好，家在有平安转来。嘿啊，会惊呢，逐摆有听着朋友。也是无一定是朋友啊，或者就是听到熟悉的人，有听到迄个熟悉的人要来去中国的时阵，拢会惊，拢会想讲你看有法度平安转来，毋知啦，啊，若我肯定是无法度，所以我真毋敢去搬厝的时阵，讲迄个无上车，就写入去车底的时候，安尼伤凄惨啊啦。写落去车底，敢是阿杜？应该在车底下。搁讲即条，搁咧讲即条，这嘛是即条讲我无听过啦，我毋知啦吼。好，见摆拢黑白讲，实在我即个新闻台，咱听起来愈来愈无正经啊，后摆无人要搞我信道啊。好，咱趁也有人咧看的时阵，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第3条新闻。像是阿杜，我毋知啊，我太会知，你爱问阿玲啊，对无？我真正无听过阿杜这个人，我也无听过阿杜的歌，我毋知影伊是歌星啦吼。第3条新闻，找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烧酒1杯、2杯、3杯，毋是要讲这哦。要找一个远远的所在哦。要找一个无人熟悉远远的所在，会当找到倒位去咧？会找着啊！后摆会当去月球啊！后摆会当来去月亮啊！大家敢也会记得 Elon Musk 若像对一年啊，袂记啊。伊某一年有讲有一个移民火星的计划对无？这唱歌真好听的对无？大家会使去做面色的对啊，咱迄个阿聪阿姐唱歌足好听诶，咱阿姐嘛有伊诶频道，我应该爱先打一个，稍等哦。咱阿慧袂晓拍字啊，有啊，来，啥物大家拢甲你欺负，就讲煞
来，请大家去交关一下，会使去阿创阿这个频道吼，听伊唱歌真正足好听哦，去甲伊订阅支持吼。嘿啊。若种阿创阿姐要找一个无人熟悉远的所在的时阵吼，等去月球哦，即个咱 Elon Musk 进前是讲要移民火星啦，是讲要做一个迄个送人去火星大即个计划哦。伊原底是按算讲2022年的时阵，嘛已经4当前，是讲2022年的时阵要先送货物要送货去火星。2024才会开始载人，2024嘛是2当前应该是无发生啦，毋过即个 Elon Musk 伊的即个公司即个火箭的公司 SpaceX 有宣布讲，即摆爱改做优先先来进行，哎呦喂，先来进行月娘顶面的计划，哇！感谢鸟味果水送我的火箭。哎哟，感恩感恩感恩，感谢你的寄付，或者你生活充满乐福。哇，咱恭喜这5位朋友收到火箭，收到火箭吼，变做我即个火箭新朋友。欢迎恁来，欢迎恁来。应该是变做火炭才对，怎啊送火箭送出去，应该是火炭。恭喜恁诚做火炭好朋友。芝麻豆平安欢迎你来，我平常时开台拢讲台语较济，所以若听无会使问开讲式的朋友毋是我安尼讲，肯定听无。我平常开台都讲台语比较多，所以如果听不懂的话，可以问聊天室的大家。对，聊天室的大家可能有空的话，可以帮你翻译一下哦。若无的是，不然就是听久就听懂了听久就较听有。欢迎你来，欢迎大家来看台语新闻的啊，迄个。希望大家若有收到回集的，会使定定来看哦。我有一寡迄个回光限定的影片，甲迄个有一寡回光限定的影片嘛，是会当小看一下。好，继续来讲咱即个 Elon Musk 嗰个变啥棒？讲着泡耳仔浸耳仔，你着在浸水浸较济，你着愈来愈听有。着甲迄个红耳仔学语言共款的即个。道理共款的理路就对啊。好即摆 SpaceX 就讲无要赶，要去火星啊。改做优先先来进行即个月娘顶面的计划。即个计划是啥咧？讲即个计划就是要伫月娘顶面要起造一个会当家己生炭的都市，可以自己拓展的都市，会当家己生炭的都市，按算要伫明年3月的时阵，要来试一个无人的降落，无人的降落，就可能就是迄个火箭顶面就无载人，就互伊看敢会当降伫月娘顶面来做试验就对啊，所以若准大家有机会移民来去迄个月娘，你敢会想要去？遐应该要是有网络吼，遐应该有网络才对啦，无要安怎甲地球的迄个别个人联络，应该是有吼，遐应该是有网络会当看台啦，所以大家若是毋知影要创啥，反正会使去，毋知影若去迄个都市敢有钱通领呢？反正有哦，若有机会去移民到月娘去毋知影敢有人想要去？我可能袂啦，因为毋知影伫月娘顶面要食啥呢？毋知影伫月娘顶面是有啥物件通食？敢是爱炸一寡迄个会当放足久的一寡迄个物件，太空食食去食安尼可能就无卤肉饭、空肉饭拢无通食。若是会使嘛，想要去一摆的若是有机会去一摆，可能嘛算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即个体验。若有机会，可能会使去看卖。无人降落，拢浮伫半空中，这敢是歌词？这我无听过呢。听起来足像歌词的款后生我应该是无法度啦。我遐爱食，兴食。对啊，伫月娘顶面若无咖啡，我着无通迄落啊，
伫月球顶面若无咖啡，我就免活，所以我应该是无可能吼，即个机会甲我无关系。啊，毋是我事啊，无人讲哦，你是讲无人讲了，啊，毋过是有派人出去吼啊。无人降落，意思是人有出去，啊无降落，所以一直浮伫半空中上。你听起来淡薄仔恐怖呢。你是讲浮伫半空中，啊嘛无法度转来，啊嘛无法度迄个落去月亮顶面安尼哦，安尼就淡薄仔恐怖。安尼总有一天可能就会放弃思考。啊，自细汉时阵拢做爱看一寡迄个 sci-fi 的迄个特摄类型的节目，对宇宙做有兴趣啊！原来是安尼，我细汉时嘛对宇宙甲太空做有兴趣呢。这可能做侪囡仔人拢看到迄个即种物件拢会有兴趣，就甲迄个看到恐龙可能嘛有兴趣共款，所以结婚结婚欢迎下昼平安食饱未？敢有食迄个？敢有食中昼顿啊？你若是敢若有食早顿嘛是会使啦。人无出去，花嘛无入来，菜嘛无迄个嘛无大发财，嘛无法度用迄个西方的迄种咖啡壶来煮咖啡。对啊，遐应该无咖啡通煮啦。伊可能我毋知啦，可能要载人载物件去，拢爱省迄个空间爱较欠的，可能嘛无法度讲想要炸咖啡就炸，所以你可能咖啡豆仔嘛无法度炸半粒。可能敢若会当炸一寡较重要的物件，就是迄个基本的食食，可能炸一寡药品，可能就差不多啊，可能嘛无通讲要炸这炸迄，所以这凄惨，除非迄个月亮顶面的都市有讲即个进步甲已经会当甲迄个地球的食物刷载过去遐种咖啡树啊，安尼有可能，安尼我可能有通活，安尼有机会，两美国水拢细汉时拢甲爸爸妈妈讲，大汉的时阵要饲恐龙，互迄个侏罗纪公园诈骗啊！细汉时拢会有即款梦想对无？我细汉时是较无想过要饲恐龙，敢若想过要饲海猪，而且咧海猪咧想要饲伫山顶无咧讲笑吼。这细汉时的代志，连讲有机会才来甲大家讲。啥物食粽的鸭肉羹粽囥甲今仔日咯，应该是有冰啦吼，有冰搁迄个，搁家己迄个用互烧安尼呢。无啥空气要安怎种？毋知呢，我毋知影因迄个都市是逐个拢穿迄个太空装伫外口行，还是伊是要起一个有天棚。即个都市就是甲规个都市关伫内底安尼，毋知影敢是安尼。若准是甲迄个规个都市用一个可能玻璃搭甲搭起来，内底毋知影对内的空气，可能就真正爱有摘掉摘一寡迄个摘一寡食物才有可能。这毋知啦，这交互科学家去烦恼。再交互科学家去烦恼，搁有迄个想要移民的人，迄个公司的大头家，互因去烦恼啦。死到底会生做安怎咧？还是死到搁要改到别位去？毋知咱着未来搁继续来关心看觅，看后回伊个想要变啥物网变啥物物件出来，咱才来看。若是玻璃打破去，就变做迄个电影内底拢有搬，就是迄种恐怖的迄个毋过嘛是真刺激的，即个或者啥，或者迄个灾难片对无？这电影拢有搬，这想的都足恐怖的，死到有讲胆，搁需要讲胆的，搁你这嘛是迄个有真侪人的梦想对无？大汉想要使机器人啊！全部拢出去太空对啊，迄看起来就足恐怖应该是免活伫太空人着变去安尼好恐怖连去这应该毋是连去这是会变去袂记你囥图，其实原底阁有准备一个月亮的图，囥遮2秒，大家看一个，1、2，看了咱来关心今日后一条新闻，花若离去，虽然去，无有人讲连去，就是要笑者。好，来第4条新闻是讲即个有一出电影对无？最近有一出电影有足侪人讨论的，叫做《世纪血案》。世纪血案，
哦，啊，即出电影咧，毋知影大家敢有发咯吼？嘿，哦，嘛爱考虑是送国家主导即个计划，若是月娘有一角变做 China Town，月饼变因的两人哦，月饼变因的两人所变因的，啊，过来一个过年了顶悬月人讲啥？我是月人，但是我嘛是。我嘛是猫咪人，安尼就无啥物去啊！这会使拍电影诶，这会使画漫画出来呢。哦，这听起来做适合做故事诶主题呢。哇，拄啊好伊头会晓画图，是毋是有机会啊？无啦，莫甲伊强迫啦。毋过这真做适合做一个故事诶迄个背景诶设定呢，趣味。对，讲即出电影吼，嘿，毋是火，毋是迄个火。哦，有诶人所在客可能网络无好吼，咱着看缘分。好，对，即出电影哦，0287下昼平安欢迎你来，食饱未？敢有食中昼顿啊？会使哪食中昼顿，哪关心即礼拜诶世事哦。哦，人情世事嘛已经好无？搁咧唱歌，啥拢会变甲安尼？对啊，即出电影吼是是为即个真正诶事件，为即个林体血案改编的，林体血案就是华语讲林宅血案。恁若去查一下 Google 的，会当看到更较详细。啊，今日就莫讲甲遐详细。啊，讲重点就好。无时间无够。就是讲即出电影最近讲煞戏啊，拍了啊，要来后制。就是录影、摄影拍了啊，要来后制后置啊。毋过事件受害者甲家属讲因其实无授权互制作方改编，对，夭想真毋知影倒位来剧本佮听讲有迄个甲迄个党外大先輩有抹对无？因真正都有前科我可能较无记遐济细节所以是讲即个咧制作的即个公司进前就捌有即种的前科是感谢补充大家会使去找一下资料，看一下迄个事实到底是安怎伤含真正做含的啊！而且迄个后来就即礼拜听到迄个有演员就有讲因迄个合约内底有讲因合约内底是写讲已经有得到授权就是演员看到的迄个拍电影的迄个合約內底是講已經有得到授權，毋過其實無，所以演員家己是講因是互制作方騙去，才變做講即個演員群嘛開始咧喊聲講要來抵制，要來抵制，要來抵制，對啊。有人講到迄個打上危險的，就是因是講無限期的即個延後，無限期的延後，無講要毀大，所以無講後擺袂上，所以因完全有可能佇佫會當安尼完全有可能會當佇海外上即個片，佫佇線頂抹抵制抵制。我看書店有寫抵制即個讀音，Klaus 蔡歡迎啊！下晝平安，食飽未？敢有食中晝頓啊？導演佫是當年蘇寧的孫對啊！是發言人毋是發言是發言人毋是啦，毋是袂上我會上啦，我頭拄仔互蠓仔教，互蠓仔定，我即馬骹足上誒，無要講這。這真正做喊的呢，這真正並喊勁個喊，應該佫會偷轉片就甲 YouTube， 有可能呢。我佫有看到是講有演員是講迄個，因為講迄個合約內底是講已經有得到授權，毋是發言歹勢講毋對，發言言上毋是啦，毋是喂，對因為我有看到是講演員。原底看到合約是講有得到授權，事實上無，所以因就無繼續照即個合約行，就講迄個無要甲即個做啥，即互做肖像權無要互迄個拍電影的迄個製作方無要互因用，所以照理來講，因是無法度合法
照理来讲无法度合法迄个上即个电影啦，毋过对啊，有人讲伊若偷偷传到 YouTube， 这可能真正管袂着呢。有诶人可能无 follow 着即个新闻，袂记得即阵代志诶人，反正都会想要点来看，看了反正就真正就害啊，嘿啊，而且若是即个啥，若是步数较高明诶，伊就莫用家己迄个公司诶名来传即支电影，对无？伊会使迄个假做是毋知影为倒位偷摕着诶，搁传去哩。安尼就安尼就毋知影要找上算数，这咱毋知啦，所以未来大家若是有关心即个代志敢若这重要诶人，会使去会使去继续关心一下即个代志。因顶一支电影就已经传到 YouTube 诶呢，因是用家己诶名遮敢遮尔敢敢有影啦因顶一个电影已经放 YouTube 是甲李登辉抹黑变做319枪击案的主使者伤含啊！到底是咧？因的剧本是咧？因的剧本真正是咧迄个呢？真正是，这就是甲好救人，好，大家安尼毋知影有啥物代志会当做呢？安尼就干那会当希望讲。各位演员各位演员可能会当对一寡咱的本土的一寡捌发生过的代志，咱本土的一寡历史，会使较关心的啦。若较关心的，可能就较会知影讲，有的剧本可能有问题，可能甲迄个咱实际上的历史有差较济，差较济，可能有的就是。人是安怎会安尼改变？可能人有伊想要达成的目标，希望各位演员会当做功课的时阵，会当小知影一个，可能较好啦。无时到你搁爱出来甲人会师咧，你搁爱出来开记者会嘛是做麻烦的啦。无你着一开始着莫接，可能会较好。敢若会当安尼呼吁，无我还佫会当创啥，我也无啥物影响力。好，上重要诶是迄个叫做啥？大家会使伫迄个要安怎讲？就是遮个演员会决定敢要接即种诶电影，敢要接即种诶邀请嘛有足大诶一部分是遮个演员嘛会去注重家己诶名声，对无？所以大家若是感觉这代志有重要袂使互伊继续安尼迄个一错再错，恁就会使伫遐演员看会到诶所在，甲因提醒啦。无讲要甲因骂咱会当用好好讲诶方式，就是互因知影讲，可能有一寡制作方爱注意啦，有一寡剧本真正爱做功课，才会当接啦安尼。敢若会当安尼讲啊。因若要用设计血案来甲说明抹黑做林家血案的主使嘛是足有可能，因钱就真有可能是中国钱，有人真正会信啊？对啊，我感觉有可能，因为有足侪媒体影响力是足大的，就是无你着想看觅，着讲迄个即个代志的档案，讲是2030要来迄个要来解密对无？要来解密。你感觉咱一般普通人、一般普通大众，因是较有可能去看电影，甲电影当作是真的，是较有可能去看迄个解密出来的档案咧。当然是看电影较有可能会去看。看电影了后，就无逐个人拢会去做功课，看讲这敢是事实就人安怎搬，可能就安怎信啦。所以这真正确实是足危险的代志，无毋对。较艰苦的是有的演员原底就定会接迄个。政治局结果有其他演员讲迄个讲一寡风凉话的时阵，佮讲家己拢对啊，这就是大家应该足定看会到，有的人拢是感觉讲要安怎讲？有的人定拢会闪避，就是
去闪讲，莫去讲着政治诶话题。吼啊，有诶人若像个足骄傲，会足骄傲讲，我拢无捌着政治，我是清流。吼，袂输讲迄个，袂输讲讨论政治是足垃圾诶代志。吼啊，毋过其实我感觉这毋是一个足健康诶心态，就是因为咱民主社会总是爱加讨论，才会当有发挥即个民主政治的作用。所以，若是有人吼想要爱你，无去讨论政治，你着爱想看觅伊是安怎无爱你讨论政治。这我也是大家，我感觉是大家会使小思考的啦。嘿啊，人就会想要相信家己想要相信的物件。虽然迄定定拢毋是事实，对，所有人拢有安尼的情形，我家己有时仔嘛有即个镜头，若一些较无清醒的，都拢有无细致会想要去相信家己迄个较想要相信的代志，是安尼无毋对，所以大家吼加油哈！我嘛毋知会当讲啥，好，咱来讲一下进度无讲袂了，咱来关心今仔日后一条新闻。后一个，我毋知影敢有人要伊吼，我真要伊，我就甲囥入来。咱讲论派即个日升日吼，开始注文啊，开始会当注文啊，大家会当等明年有一个南洋要上，好，我一定爱看，你本人嘛有参与演出的，哇，好，定着爱去甲你支持，好。迄个明年好，我会特别注意即出电影，有机会我定定爱看。对，这华语犯罪枪弹辩驳无毋对。咱讲论拍即个日升日开始会当注文啊，这是迄个2026的即个新的一集的 game。像我讲即条新闻的时阵，听起来足欢喜的，因为我真正足欢喜的。这是那个柯达卡兹塔卡桑真出名的作品。伊即个。当咱拢拍即个系列的顶一个作品，已经是2017年的代志咯。上过9档，旧年年尾的时阵宣布讲2026要推出新的 game 啊。即个咱拢拍日升日伫即礼拜官方嘛宣布讲会当开始注文啊。虽然讲即个上市的日期还未确定，敢若有讲是2026毋过。已经知影的是会当注文即个特别的特租套组会当注文特别的特租讲内底会有即个限量商品有即个 OST 的曲盘还有无还有 Monokuma 甲 Monomi 的红对乌白库嘛无毋对乌白型Monokuma 有因的红还有有一卡皮箱造型的鸭仔CD 啥有人咧开始乌白讲有诶人若有商品对商品啊无着商啦商品无毋对无毋对大家若是甲我共款作兴即个作品诶人会使小关注一下毋过伊即个特别的特租应该是较贵，所以我无钱还无要注文毋过大家若是有介意会使去注文对，我无收钱人无互我广告费敢若是因为我家己嘛足介意即出电动，才来甲大家迄个斗相报安尼。过来，咱过来看今仔日后一条新闻。讲瑞士要来转票，决定敢爱设定人口的上限。像咱要设定人口的上限，就是讲人伤济啊，即个所在无法度带遐济人啊，咱瑞士政府伫11号的时阵有宣布讲政嘛无钱，大家可能拢欠钱啦，大家拢过甲做拍拼，会使对家己较好诶啦，好，瑞士政府讲11号的时阵有宣布。要伫今年6月的时阵，要来举行一个公民投票，因遐是会当安乐死的对。敢是瑞士？应该是对。因今年6月，要来针对即个敢爱定一个人口的上限来举行即个公民投票，要来公投，要来投票。
哦，因讲迄个人口咧要1000万啊，是哦，因诶生育率嘛悬哦，这我较无注意着，我啉一下茶哈，好。讲敢爱设定着1000万的人口的上限，若准即个公投结果若准有通过安尼随时政府就爱在爱伫即个人口到毋是950万的时阵，就爱做一寡限制移民的措施，讲袂当搁互即个互即个临时入境者袂当搁互因即个居留的许可。袂当搁互遐济移民因生育率敢有遐尼悬，也是移民，是移民，因为即马欧洲，我知影的是欧洲有真济国家拢有咧接受迄个一寡其他国家的移民，就是有足济原因的移民就对啊，所以应该我听讲是。欧洲遐移民的状况是真正足济，阿选下豆饼仔欢迎你来食饱未？敢有食中昼顿啊？对，所以就即个公投，无毋对，就是甲移民有关系哦。所以讲，若即个公投结果有过，随时就爱在，就爱伫，我伫讲甲做迄个，随时就爱伫人口数。到即个950万的时阵，爱做一寡限制移民的措施啊。对，当欧洲移民的问题足济，有一寡文化无共，就有真济冲突，无毋对。当然啦，较有咧看国际的新闻，也是看国际社群媒体一寡讨论，可能拢会小可知影。因遐真正有足济文化无共会发生的问题。选逐个起床还袂食饭少。安尼你若会枵着爱去你食饭，会使哪食饭哪关心世事嘛袂歹。关心世事嘛，会记你关心家己的腹肚。哇，即个时阵足适合接一个四修仔的广告，毋过无四修仔找我做广告。若总有后会当甲我联络，我可能会当伫即个分享新闻的即个时间插一下广告，安尼可能嘛袂歹若有需要的厂商会当甲我讲好。尤其是无共宗教的冲突，是，迄个无共宗教有时就会起冲突，无毋对。好回顶根据迄个瑞士的统计，就是讲瑞士即马规个国家的人口有900万，已经有900万啊，离咱即个上限的可能会有的上限，即个1000万已经是小可近啊。而且瑞士。即个因的统计是讲迄个15岁以上的居民当中，大概有40%是有移民的背景的。哇，40%听起来足济呢。所以因若确定讲即个国家无法度带遐济人的时阵，可能就真正爱做一寡限制移民的措施啊。阿慧真适合食啥物茶米饼是糯米饼袂歹呢。若是无有咖啡嘛袂歹啊，咖啡无算四修啊，毋过咖啡口味的四修啊，我嘛是足爱食呢。像讲迄个饼是啥物，就一寡饼甜的饼，可能迄个有咖啡口味的，我拢有爱食。我自细汉就爱食咖啡口味的四修啊呢。虽然完全毋是新闻的一部分，向含大家分享。就是安尼。安尼咱来看后一条新闻。我毋知影大家敢有爱驶车啦吼。我讲的驶车就是驶迄种真正咧路面，开毋着条，真正伫路面行的迄种车啦。有一个迄个足有名的迄个足高，敢是讲足高级，反正是咧做赛车的。比赛的赛车的或者 Ferrari 要推出因的头一台电动车。讲的电动车就是完全接电的充电就通行毋是遥控的哈，是真正会当驶出去，真正会当伫路面撞的。也是爱遵守迄个交通规则啦。毋过 Ferrari 要推出因的头一台电动车。这电动车或者应该是 Luce， 敢是？我无确定，敢是爱用意大利语来读呢？我袂晓读。毋过 Luce 是意大利语光的意思。哇，袂输迄个光甲电
或者啥？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毋是？或者这个车的名已经确定啊。Ferrari 嘛有发表因即个驾驶座位的相片，我无放出来，大家会使家己去查一下。Ferrari 嘛已经有放迄个驾驶座位的相片出来啊。讲即个车内底的内装内底的装潢，车内底的装潢是 Apple 以早的设计师设计的。依据这是啥物歌我毋知，我也无听过啊。我毋知影是安怎，我都会晓歌词我无听过啦，我毋知啦。毋是迄个年代，莫有袂讲。或者即个车预计会伫今年5月时阵会当互大家看到完整的设计，还要爱等的，即摆要2月，搁爱等3个月，是到遮会当看到完整的设计生做啥物型。大概啥物时阵会出货咧？我看到资料是讲，大概今年10月时阵会出货。大家若做好个会使去。这敢有人做好个的？大家若做好个的吼，迄个除了甲钱寄付互阿辉以外吼，嘛会当考虑看，敢莫去买一台吼？我毋知啦，我是无遐济钱，就是安尼。好，那会愈讲愈紧，可能真要赶下班啊，过一下拿后就对。好，安尼咱搁来看今仔日咧后一条新闻。美国的众议院顶礼拜拜二，以即个395票比2票的即个票数，通过台湾保护法案。美国即个法案是咧创啥？即个法案的内容是讲，若准中国有做啥物行动，要来威胁着台湾的安全的时阵，美国就爱尽力甲即个中国赶出即个国际金融体制，就安尼，我知影的就安尼，细节我也无啥了解，对即个法案即摆是讲众议院迄2票真特别，对啊，迄个比数差遮济时阵，就会感觉讲，迄2票有遐特别呢，毋知啦，毋知影因的考虑是啥啦，这我就无特别去研究。Sandra 下昼平安欢迎。Sandra 敢有食中昼顿啊？欢迎你来听。即个法案即摆的进度是讲，即个美国的众议院，即个转票转了啊，已经有过啊，毋过刷落来，佫爱送去参议院，应该是佫爱参议院嘛爱同意了后，参议院同意了后，就互 Trump 去签，签了就有效啊。所以咱就共款继续未来继续来关心即件代志，看迄个后礼拜迄个，我毋知影因迄个做代志进度是偌紧啦，我毋知啦。有诶所在国会可能就做代志较慢毋知影是安怎逐个所在诶情形，逐个国家诶情形无共款迄顶我着负责看一下新闻，看一下迄个代志变甲啥款，过来甲大家分享尔。好。是安尼，好哇！今日看足侪迄个别个国家的代志呢，要是爱转来关心一下台湾的代志，有啥物代志咧？大家若有介意看阿慧报新闻可能就代表讲大家今仔日若有来听我用台语讲新闻，应该就是有爱听台湾话啦，有想要用台语过日啦应该是即个意思啦，我应该无甲恁误解啦，大家若是想要用台语过日，即个猪房子书房猪房有即个台语好过日的即个计划伊这是一个系列的活动。我先甲网链搭伫遮，稍等者我网链伫倒位？网链有啊，对，因有因的网站，大家当去看，先打互大家。好，因有即个系列的活动，会伫2026年，讲要规划20场讲要规划20场的课程，佮有活动，即个活动咧，佮有分做4种主题，有一种好食的，你若有兴食的，你若想要用台湾话，讲一个甲食食有关系，通好过日的，会当来，佮有好听的，佮有好耍，佮有好学。
嘿，个回滴就是有4种迄个大无共类的主题的对。哦，猫味古水捌去过即间去过即间册店是？因迄个因阁有猫味通好摸，安尼袂歹。哦，有机会通好来去试看觅。哦，好。讲这台语好过日，即马已经知影的活动吼，是今仔日下晡2点半的。嘿，恁若今仔日头一场恁著想要参与的吼，爱赶紧哦，爱赶紧哦。即马已经知影的头一项活动是今仔日下晡2点半哦。九江老师吼，即个以台语牌仔的即个集点计划吼，讲要来以牌仔。哦，佮会向大家介绍即个母语家庭1点的代志，吼佮有另外第2场是明仔载下晡2点半，哦，黄进兰老师哦，有即个来食新鲜的20碗菜，哦，要来看图讲告回滴就是有活动的对啊，大家若有想要参与，今仔日下晡2点半吼，骹手爱紧来随去坐迄个高铁，随要来坐迄个高铁，去台中遮赶有吼，就是下晡2点半，吼，若今日若赶袂赴吼，明仔载佫有，明仔载嘛是下晡2点半有即个，回滴但是开始有即个活动的对啊，即马知影的是有即2场啦，嘿，对，今仔日的活动是九江老师的演讲。鸟味古最捌读过伊进前的迄个，我把自己埋进土里这个作品，写伊留学的故事嘛真好看。嘿，我毋敢讲对九江老师足了解，毋过我若像嘛有看到伊有做袂少即个台语文的创作，而且伊阁有电子报呢，我阁有看到，毋是找一个主报甲掠来电的，毋是是。电子报有看到伊嘛有写电子报，就会写伊的就是生活的一寡想法甲故事的底啊。嘿，我今仔日吼发现了后，我就想，毋是想，我就随订阅来看大家会使去找，嘿，就安尼对头拄仔讲即间迄个，毋是要电子报啦，是咧，嘿，头拄仔讲即间册店，即个猪厨房子书房猪厨房是伫台中市的西区即2场活动拢是伫20岁以下的朋友囡仔兄囡仔姐，因是免费入场的，毋是电子报，恁遮人无爱即味莫黑白讲，好12岁以下囡仔兄囡仔姐免扣钱12岁以上逐个人扣150。逐个人150，若有点饮料，佫会当折扣30箍。这个好康的报互大家知。我头拄仔看迄个报名，我头拄仔看迄个报名表示要会当报名所以若有住好伫台中，也是有调工想要走一逝去台中的朋友，会使去看觅咧，会使去看觅咧。嘿，毋是电子报，这就有差较济啊无珠宝通啊电敢若有贵报，毋是。啥物大家拢知就讲无兴即味，无爱即味是咧，有人咧电讲家己做少年是好啦就安尼啦，即个好康的报互大家知啦若有机会有想要去的会使去啦，会使去。嘿，好讲了啊，哇，结果讲的还是1点钟尔，我已经准备9条啊呢，准备9条已经是顶回敢若报6条即摆是有报。9条应该是有较济才对，毋过讲的嘛是，哇，讲的嘛是1点钟尔，好无要紧若忝嘛就通来歇。或者嘛，敢若准备9条你要爱我生迄个第10条无迄物件我也无法度，我是要为倒位生出来互你嘛无法度过来爱宣传家己的代志啦对，啥物9条毋是恁遮人。敢有9条种物件？我敢若知影有猫仔条就是猫条，迄个一条迄个肉汤是，互伊煮安尼，1点钟嘛好啊，嘛袂歹就是想讲，若会当开较久的，就会当迄个，互大家看我看佫较久的，我就会较欢喜。无啥物开始电子报莫黑白讲，恁遮的人，好啦，讲到倒位啊？讲到要宣传家己的代志啦是咧，
第10条，莫后白讲，恁遮诶人，哪讲家己哪分享哪讲家己诶意見就會較久。我後擺看敢若愛加囥一寡家己诶意見佇內底。啥辦道，恁遮诶人，好啦，宣傳家己诶代志，我來看家己诶手錶吼。對，明仔載袂佇家己遮開台，毋過明仔載有迄個台語教父家教哦。嘿，明仔載要去別人遐教台語，頭拄仔是毋是有講着迄個有足濟恁莫佇恁莫佇遐甲我恭喜新人恁哦。好，講倒來哦。明仔載台語教父家教吼，有講頭拄仔有講迄個足濟囡仔人迄個細漢時誒夢想，就是想要飼一隻家己誒恐龍，對無？有講想要飼恐龍誒，迄個想要飼恐龍誒同學，即擺咧講啥物？要食啥物錢湯圓？恁家己去買吼，迄個鹽酥雞有咧賣。好，明仔載要來講恐龍誒台語。明仔載下晡2點吼，要來去愛爾拉普塔斯，即個咱恐龍朋友誒，無講恭喜上，反正是講較回說好，多謝。甲新人拍好，請大家拍啊吼，敢有請舞台車配更講？無即個意思哦，莫互白講哦。主無要發恐龍啊，無要發恐龍哦，無恐龍通領哦。嘿，恁若今日新聞怎會無講啥物件延期？敢無？迄哦，迄我要咧保持神秘，好啦，嘛是會當講啦。就是原底想講今日情人節。有講要甲人迄個，要甲倒一個人毋知，恁攏知啦。原底是講今日情人節有暗算要甲伊利出一條歌誒 cover， 毋過因為做袂了歌袂赴，所以咱就延甲白色情人節，直接延甲迄個1個月以後才來，對，時到就會知影是啥物啊。就是安尼吼，所以有咧期待吼，會使繼續期待，互恁加期待1個月。有時你若買一個物件，要尾送來誒時陣，是毋是會感覺足期待、足興奮誒，對無？有時迄個物件要尾出來，等待過程才是上爽誒。互恁加爽1個月，對恁足好吼。對，哇，足夠講誒呢。原來我遮夠黑白迄個，或者啥？原來我遮夠黑白講，哈哈。明仔載佇別人誒台發恐龍，莫後白講，主話遮嘛恐龍一隻，無即個意思，要對生恐龍出來互恁啦。足期待誒，毋知影要期待議會，還是要期待領恐龍？就講無好，我甲恁講，明仔載恁若真正總想要領一隻恐龍吼，有一個辦法啦。就是明仔載我要去教恐龍台語誒迄個朋友吼，愛爾拉普塔斯，伊拄啊好是一隻恐龍啦。恁甲因參詳，恁家己甲伊參詳看覓，看敢會當甲伊摸轉去厝呢？看敢會當甲伊摸轉去飼？安尼好無？恁家己甲伊討論，我無負責哈。恁若要摸恐龍轉去厝呢，就干那即個辦法啦。我即個嘛是報互大家知吼。好。毋過你期待電子報，閣要電子報，議會鬥陣送恐龍，莫後壁講。為迄個錢湯圓改做，為迄個毋是湯圓啦，圓仔啦，你講啥？為迄個錢圓仔改做錢恐龍是？好，這明仔載才去講。已經買啊，囡仔真愛聽，莫後壁講。不可能拖別人下水，那有無可能誒代誌？哈哈。啥物叫做議會生恐龍？莫後白講，他有法度直接生恐龍，恐龍是胃囊內底孵出來的，所以生恐龍就是生卵的意思哦。你是要議會生卵是？毋是，迄個介意迄個家己去迄個哦，有介意生卵的迄個家己去畫圖吼，甲我無關係。問一個啥物意思？對一個，咱講足濟話，你是要問對一個部分？
即个连我都已经对袂调啊，我嘛已经对袂调大家话题啊。严格来讲，鸡肉钱嘛是一种恐龙对，所以有诶人讲食过恐龙肉哦。啊，你若捌徛过岛鸟诶吼鸵鸟，你若捌徛过岛鸟，你嘛会当甲大家底讲，我捌徛过恐龙哦。啥物？欧玛嘅，你是讲欧米伽？欧米伽敢通生卵？我毋知，莫问我。生卵，莫个生卵好。古树蛟龙好，莫个啊好。明仔载应该是袂讲即只啦，毋过会讲别种诶恐龙。对。若有想要学一寡无共种类诶、无共种类诶恐龙诶台湾话安怎讲啊？会使来，会小讲一下。嘛毋是小讲者，主题都完全就是完全就是咧，甲大家小解无共恐龙诶代志，所以会得看大家是真有兴趣，看恁就是真有兴趣诶看。明仔载一定爱来哈，明仔载点名哦，恁拢爱甲我来哦，恁无来我嘛袂安怎嘿，嘛无法度安怎。你阿公讲伊捌拿过dinosaur干嘛呢？我毋知。dinosaur 无免唱即条歌。因为我袂晓韩国话，好讲了啊！今日即个9条新闻，甲一寡奇怪怪代志，报互大家知。哇！伫交友软体写家己上喜欢的动物是，袂晓讲，故事较量，别人可能就会感觉你的兴趣，真罕得看着，真有品味，啊，就真有可能会甲你 block 好多谢，辛苦啊！几点？下晡2点，嘿。明仔载下晡2点，伫艾尔拉普拉斯，伫恐龙朋友诶台，伫遐向大家介绍无共恐龙诶代志，所以大家明仔载会使去伊遐看哦，会使去伊遐看，会看着我哦，嘿，就安尼，安尼今日感谢大家做阵来关心即礼拜发生诶新闻，安尼咱就下有后会啦，下有后会。咱就后摆才个见面。后摆就是明仔载哈，嘿，希望你厝有我拢会放伫 Discord 啊，我嘛会放伫，对，我会放伫 Discord 啊，迄个 X 就是 Twitter， 我嘛会就是会宣传会分享，所以迄个对，感谢鸟味果水的即个是毋是有倒位毋对啊？伫遐排队学代志，啊无要发恐龙，嘿，是，就安尼，明仔载见面哈，明仔载爱来哈，明仔载爱互我看着恁哦，耶，讲了啊，大家再会，耶，无要发恐龙哈，无诶代志是要为倒位生出来，无要发恐龙，恁遮诶人，好，讲了啊，讲伤济啊。